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專幫大家檢樓嘅小陳啊。今日帶大家嚟睇咧呢個大埔嘅傳統豪宅康樂園。康樂園嘅位置咧非常之優越，兩眼燈就可以出到西九龍嘅市中心㗎啦。今日帶大家睇嘅屋咧係350平方米，自帶一個泳池嘅大屋。究竟有咩優點？我哋過去望一望啊！外面嗰個花園泳池之後咧，就到我哋睇間屋嘅入邊內部啦。正門口入到嚟嘅話咧，轉右手邊就第一個係個飯廳位。個飯廳位咧個空間咧非常之充足嘅，容納10至20人嘅派對咧絕對冇問題。另外右手邊咧有個廚房，我哋一齊過嚟望下。傳統英式設計嘅廚房，四四方方，足夠4、5個人一齊進展廚藝。睇完飯廳之後咧，我哋上咗半層，咁咧呢一層嘅咧又全部都係客廳嚟嘅。OK， 而家你眼見嘅地方嘅話咧，即係客廳嘅一半，另外一半轉頭介紹俾你講一講呢一層嘅客廳係可以直出頭先我哋啱啱開頭個泳池花園嘅。咁另外嘅秘密咧，我哋過嚟呢邊望一望啊！因為業主咧非常中意電影，咁咧佢又將呢邊嘅客廳咧做一個小小嘅電影院，大家係咪好中意呢？睇完咗客飯廳之後咧，我哋上咗嚟第一層嘅寢區。第一層嘅寢區咧個套房咧已經係非常之巨大㗎啦。嗱，我哋望望右手邊呢度先。右手邊呢個位置咧，基本上咧可以擺張超級 king size 床，兩邊落床，再加多一個巨大衣櫃都係冇問題嘅。另外左手邊呢一度有一個小型嘅衣帽間，嗰一個嚟啊，係啦，衣帽間係啦，擺咗一納大櫃 ，total 5隻門咁多嘅。咁另外咧，我哋望望左手邊，嗱。左手邊呢個浴室嘅話咧，乾濕分離，亦都係非常之巨大，雙洗手盤嘅。一樓嘅主人房咧，我哋睇咗一部分，另外有一部分嘅話咧就係呢一度啦。呢度咧有個叫做比較巨型啲嘅書房，方便你處理完業務之後咧，可以過嗰邊休息㗎。上到嚟第二層嘅話咧，一入我哋眼簾就會有一個家庭廳先。咁另外咧就會有2間套房。我哋先睇右手邊呢一間。右手邊呢一間咧，除咗係一間套房之外咧，亦都會帶一個小小嘅私人空中花園啦。另外呢條樓梯上去，亦都會做咗一個好大嘅儲物空間。睇完嗰間套房之後咧，另外咧左手邊亦都有一間睡房嘅。呢間睡房